主后2025年7月27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提醒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36章11到20节。西底家继位的时，20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0年。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歹事。伊无谦卑听叹先知耶利米所传达上主的话。尼布甲尼撒王捌强迫西底家记上帝咒诅，对伊忠诚，毋过西底家背叛伊。西底家固执硬心，毋肯归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阁遐的祭司长甲人民嘛犯大罪。学外邦可恶的事，拍拉山上主伫耶路撒冷分别做成的圣殿。上主因列祖的上帝怜悯伊的子民，甲伊徛起的所在，不断派使者去伊的子民遐。毋过因踢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伊的话，讥刺伊的先知。直到上主对伊的子民发大生气，互因无法度得到解救。所以上主带巴比伦王来攻击因，伫圣殿用刀杀死少年人，无怜悯因的少男甲少女、老人甲衰弱的。上帝将因拢交伫巴比伦王的手。巴比伦王阁将上帝殿内大小的器具甲财宝，以及王甲遐首领的财宝，拢带去巴比伦。因阁烧上帝的圣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城内所有的宫殿，毁坏宝贝的器具。所有无互人杀死的，拢受掠去巴比伦，做巴比伦王甲伊的子孙的奴隶，直到波斯国兴起。这事得实现上主通过耶利米所讲的话，土地要荒废，得到安息，到满70年。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读历史时常会讲到建国甲灭国，往往建国者袂输是英雄，互人尊重阿乐；若是最后的一个王，也是统治者，往往互人片想是无能的亡国者，是失败者。历史若用无共的角度看，有时也有无共款的解读。像咱咧讲的中国，实际上中国这也是一个近代名词，出现只不过是100外冬的事，主要是咧指今仔日的赤那这个地区过去出现国家的统称，所谓的朝代也只不过是虚构的名词，亲像元朝其实是蒙古帝国，清朝其实是大清帝国，只有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才简称做是中国。毋过中华民国目前伫国际人称咱是台湾，对方则是中国。所以正确来讲，咱是台湾人，并毋是中国人，因为咱并无受中国管，也无摕中国的身份证甲护照，所以咱毋是中国人。咱摕是台湾的身份证甲护照，自然是台湾人。伫台湾的历史上，郑国姓郑成功捌占领台湾，建立东宁王国。后来清国打败第4王朝，了后清日战争，清国战败，甲台湾割互日本做殖民地。
迄中间有短命的台湾民主国并无啥物作用。伫刘永福将军化妆做阿伯人港就线股。台湾伫日本殖民50年了后，日本伫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将台湾放弃，由蒋介石政权代表美国麦克阿瑟的军令暂时托管台湾，无拍算托管，煞变成做是占领，也变成咱现在台湾甲中华民国分袂开这个奇形怪状政治局面。咱来看圣经，当咱咧读圣经讲到着以色列史，伫迄个民族史也捌出建国英雄，亲像扫罗王、大卫王拢是大英雄。后来国家分裂做北以色列国甲南犹大国各自发展，最后也各自灭亡。北以色列国互亚述帝国消灭，亚述帝国互家己以人为主的新巴比伦帝国消灭，佮后来犹大国也互新巴比伦帝国灭掉。咱今仔日咧读《历代志下卷》36章，短短一章就是咧讲南犹大国即个末代会死的王历史故事。这段咱也通参考《列王记下卷》23章到25章的记载。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咧讲到犹大王约哈斯36章1节到4节。约西亚王伫出兵要阻挡埃及东征的行动中受重伤死，后来埃及就控制犹大国，成做伊的藩属国。迄时因为约西亚死，犹大人民就设立约西亚的囝约哈斯做王。约哈斯做王的时23岁，伊只有做王3个月，久就互埃及王废掉伊的王位，甲伊掠去埃及做人质。最后约哈斯死伫埃及，无阁转来到耶路撒冷。到底埃及为虾米要废除约哈斯？伫列王记甲历代志录并无相关的理由的记载。有可能是约哈斯对埃及无听话，所以埃及王甲伊掠起来换掉。圣经列王记下卷23章32节，敢若讲约哈斯做上主看做歹的事，照伊的祖先所做的去做。约哈斯受掠，埃及王另外强受罚款，会有金34公斤，银3400公斤。历代志并无特别讲到约哈斯是一个歹王，也无讲伊是一个好王。伊互掠去，埃及王另外设立伊的兄哥以亚敬做犹大王，甲伊改名做约雅敬。甲人改名表示别人是细汉的，也表示约雅敬伊着乖乖臣服伫埃及王的骹下。第二段是36章50到8节，讲到犹大王约雅敬。约雅敬做王的时25岁，伊做王10年久，毋过伊是一个歹王。迄时巴比伦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也拍败埃及。巴比伦王也顺续掠约雅敬王，用铜链甲伊拖去巴比伦，也抢走上主圣殿的器具，转去放伫神庙，也是伊的王宫内面。然后指派约雅敬的囝约雅斤做王。第三段是讲到犹大王约雅斤36章9到10节。约雅斤做王的时8岁，也是18岁，因为有无共款的抄本，所以翻译本
有写8岁，有写18岁。这是根据伊做上主看做歹诶事，所以18岁诶可能性是较大。伊做王才3个月过10日，巴比伦军队就过来攻打耶路撒冷。当然，犹大这手就失败沦陷。即便连约雅君王太后甲一寡头人等等，互人掠去到伫巴比伦做阶下囚。列王记相关的记载较济，后来约雅君得到特权，恢复半自由身，伊的地位甲身份也比其他的国家受礼的王较悬，较受礼遇。约雅君受换掉，换派伊的阿叔也是兄弟西底家做王。第4段讲到着犹大王西底家杀戮章19、12节。西底家本名是马他尼，巴比伦王甲伊改做西底家。伊21岁做王，做王11年，伊也是一个歹王。伫伊做王的第9年，西底家因为听信国内反巴比伦势力的使动，就反巴比伦，结果引来巴比伦王派大军镇压。经过1年半，耶路撒冷失陷。西底家直尾逃走去耶利哥的路呢，互巴比伦人掠着。当西底家的面前，将伊的囝总杀死，然后甲伊的目睭压掉，用铜链甲伊掠去巴比伦。即次巴比伦王做了真绝，派伊的军队彻底破坏耶路撒冷城，拆毁城墙，也烧掉圣殿甲王宫等，也甲有价值的物件拢总抢去巴比伦，阁将大多数的居民也拢掠去巴比伦，只有剩上善车的人留因伫遐负责种植，莫互土地完全扒荒。第5段撒勒章13、19、21节讲到犹大国灭亡。历代志讲到西底家受掠，犹大国就灭亡。毋过列王记写西底家受掠以后，巴比伦将犹大改做行省，也派基大利做省长。这段直接就成按下。历代志下卷撒勒章13节到21节有简述犹大的灭亡的最后原因。其中有讲到是应验上主通过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土地要荒废70年，得到安息，直到波斯国兴起。第2段撒勒章20到23节讲波斯王准犹大人返乡。波斯帝国消灭巴比伦帝国了后，波斯皇帝采取怀柔宽待、慈悲的政策，也允准犹太人倒转去到耶路撒冷，重启圣殿。历代志用这做结束，也有过一个回乡回归故乡的新时代要来临。历代志下卷撒勒章对咱有甚物启示？第一项咧讲到戆人真好对历史学到教训。约西亚王是一个难得疼上主甲疼人民，也受爱戴的好王。毋过伊死了后，无到23年，犹大就灭亡。其中换死的王有3个是伊的囝，一个是伊的孙。2个各自做王大约3个月，另外2个各做11年，加斗差不多23年。圣经讲，这个王拢是做上主看做歹的事的歹王，因也有共同一点，拢受外敌
侵犯、欺负、打败、受掠去到伫外邦。约书互人掠去埃及，另外3个约雅敬、约雅斤甲西底家，互人掠去巴比伦。最后是位悬位阁悬大，着爱承受的责任甲风险也特别侪特别大。总是犹大末世死亡，可惜因是王家子弟，出世就是有可能做王的候选资格。也伫因拄好做王的时，就为我独尊，做威做福，也做上帝无欢喜惹上主受气的代志，所以也受上主的惩罚甲管教。因着亲像诗篇咧讲的歹人甲箴言的戆人，心内无上帝，也看袂清上帝的作为，听袂入也袂明白上帝的话，结果就伫做歹甲有戆的中间沉沦，到见效失败灭亡。戆人真好对历史学到教训，若是智慧聪明的人，受上帝管教就记取教训，会晓悔改亲近上帝，也得到上帝怜悯赦罪，甲领受新的恩典。圣经问咱：你的选择是甚物？你要成做甚物款的人，就决定你人生的结局是受祝福，还是遭受咒诅的人生。毋通做毋捌上帝的戆人。第二，伫乱世做忠良主的子民。历代志下卷36章13节到14节，讲犹大末代君王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违反誓约，搁固执硬心，毋肯归向上帝。个连遐个祭司长，也就是无忠实顺服上帝，诚做信仰甲道德中伫骄傲的遐个罪过薪职领导者，以及人民拢犯大罪，因而外邦人可恶的事，拍拉山上主分别做成的圣殿。乱世妖孽也特别侪，群魔乱舞，也有袂少人甘愿随波逐流，对咧沉沦正邪不分。总是上主因列祖的上帝怜悯伊的子民，甲伊徛起的所在，不断派使者去伊的子民遐，毋过因踢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伊的话，激起伊的先知得到上主对伊的子民发大受气，互因无法度得到解救。伫乱世中间，上帝兴起一群勇敢正直、不为权势、不受利诱、毋惊迫害、毋惊为主顺道的先知，发出正义的呼声。这些先知有的有留因的著作伫圣经中，诚做大小先知书，咱以后会慢慢来读到。当我放松的时，有时阵我会看电视布袋戏的即个剧，每一个单元也拢有歹人强大的组织，甲超级大歹人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好人拢互电甲金死死。毋过最后毋肯降服投降的好人的想尽办法方法，对抗邪恶，反败为胜，然后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类似的剧情。圣经的道理也甲这诚像。咱做一个基督徒伫世间，咱也有自由通选择要做这做迄，总是人生的路尾，咱拢着爱面对上帝的审判，是好是歹，毋是咱家己想
得到也是家己认定的，是伫上帝绝对的公义标准做审查认定裁决的。上帝既然要互咱活伫现主时，就是要留人民的机会甲余地，也愿咱拢诚侪信靠主、军队主、忠良的信徒。最后伫遮讲到着外邦有时也是上主用来做管教的工具。伫以色列南北国灭亡了后，以色列人在探讨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会容允一个比因搁较歹、搁拜偶像的外国来消灭伊家己子民的国度呢？圣经讲，上帝有时会用外邦人来管教伊的子民，也会通过外邦人来拯救伊的子民。亲像上帝使用巴比伦人来互犹大国灭亡，总是上帝也通过波斯人来讨棒解救以色列人，互因通回归故乡，重建圣殿甲城墙。这部分会伫接续以斯拉记甲尼希米记讲到，咱做基督徒也着警醒。彼前书4章17节，则讲审判的时到啦，上帝家着大声受审判。咱若无圣洁、无正性，当上帝审判的日到，咱就会成做阿早有话、无路用的粪扫，先互上帝摒扫啖杀。以色列书就是咱的鉴戒，是咱的照镜。咱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赏赐你的话语，互阮透过听的中间，来知伫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伫这个蒙古的中间因所拄着的这代志也成做阮的警醒甲鉴戒。求主你帮助。阮也伫即个世上会当诚侪主你忠良的子民，检讨真个代志，毋是照阮所想所愿，也无拄拄是主你的心意，总是阮也着爱承受这一切，也互阮也继续坚持守主你的道，行主你的真理，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